用行摄 APP 手机程式拍的呢，拍照辨识啊，这个叫假连翘啊，是真的吗？有的还要确认呢。假连翘，假连翘。可以分享啊，还是神奇啊！就这样，手机程式 APP， 然后对着这个花啦叶啦、花啦叶子啦拍照，拍照它就会辨识了，真的是假连翘哎！连翘，确认是此花并受到地址，确认。哦，还有诗词赏花呢。哦，群芳吐艳青之软啊，凌乱紫鹃是最观，万种风情花烂漫，千家校门有一宴。江山如画知多少，翠帐南房尽日欢。窈窕佳人，君子爱，清香染露绿休眠。楚歌假连翘花，类似连翘又不是同一科的。哦，对了，一串串开出来紫色的小花，还有淡淡巧克力香味哦。哦，假连翘结的果有毒诶！假连翘结的果有毒诶，要赶快摘掉，免得小孩误食。植物养护冬天要保养好，平时要勤浇水。植物小百科生成美图，还有这种内容。